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多人都误会的身体警讯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？在超市里，当你快速转头看或架上的标签时，突然感觉整个世界晃了一下；或者是在捷运站，当你从椅子上站起来时，眼前的景象好像模糊了2-3秒。很多人会说：“哎呀，大概是我脚没力气了，或者可能是眼睛老花了吧。”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些想法都错了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你的腿，也不在你的眼睛。真凶其实藏在你耳朵深处那个只有豌豆大小的器官里面。我们医学上称它为前庭系统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内建的陀螺仪。当这个小小的陀螺仪开始失准，你的大脑就会收到错误的平衡讯号，于是就出现了那种站不稳、头重脚轻的感觉。很多人以为这是正常老化，所以就这样忍着过日子。但是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你，如果你用错误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，比如说完全避免转头，或者做一些不适合的剧烈运动，你不但不会改善，反而会让你的前庭系统退化得更快。所以请你务必把这支影片看到最后，因为在最后一个动作里，我会告诉你一个最容易做错的细节。如果你忽略了那个细节，你可能会让眩晕训练变得更糟。今天我会教你3个安全又有效的动作，每天只需要5分钟，你就可以重新训练你的内耳陀螺仪，让大脑重新信任来自耳朵的平衡讯号。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复健动作，而是你在家里甚至在办公室休息时间都可以做的简单练习。我已经用这套方法帮助过上百位病人找回他们的稳定感。今天我也要把这个方法完整的教给你。请留意您正在观看的位置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并提出您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关注此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此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中输入数字1；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现在，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小小的内耳器官会对你的平衡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。我们的身体里面其实有一套非常精密的定位系统，医学上叫做前庭系统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的 GPS 导航，随时随地都在告诉你的大脑，现在头是朝哪个方向，身体是往左倾还是往右斜，你现在是在移动还是静止。这个系统就藏在你的内耳深处，由3个半规管和2个耳室器官组成。而在这个系统里面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反射动作，我们称为前庭眼动反射，英文简称 VOR。这个反射的功能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当你的头转动时，你的眼球会自动往反方向转，让你看到的画面保持稳定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你的眼睛就像是一台相机，而前庭系统就是相机的防守阵稳定器。当你走路、跑步或者转头的时候，这个稳定器会确保你拍到的画面是清晰的，不会晃来晃去。但是，当你的前庭系统开始退化，或者因为某些原因变得不灵敏时，这个防守阵功能就会失效。于是你转头的时候，眼前的画面就会跟着晃动，甚至变得模糊。你的大脑接收到这种不稳定的视觉讯号，自然就会产生头晕、站不稳的感觉。这不是你的眼睛有问题，也不是你的腿没力气，而是你的大脑不再相信从内耳传来的平衡讯号了。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只有当你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，你才能用对的方法去解决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你的大脑会突然不信任耳朵传来的讯号呢？其实，在你年轻的时候，你的前庭系统和大脑之间的沟通是非常流畅的。每当你转头、弯腰或者改变姿势，
内耳就会立刻把精准的讯号送到大脑，大脑也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些讯号，然后指挥你的身体做出正确的平衡反应。但是随着年龄增长，或者因为长期姿势不良、缺水、压力过大，甚至是某些药物的副作用，你的前庭系统就会开始出现偏差。我喜欢用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，你的内耳就像是一个陀螺仪，本来它是水平放置、精准运作的，但是时间久了，这个陀螺仪的角度偏了一个点去，于是它传出去的讯号就跟着歪掉了。大脑收到这些歪掉的讯号之后，发现跟眼睛看到的画面对不上，于是大脑就开始怀疑，这个讯号是不是有问题？时间一长，大脑前脆就选择不相信内耳了，改成只依靠眼睛和肌肉的感觉来维持平衡。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你会变得越来越依赖视觉，一旦光线不好或者需要快速转头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头晕不稳。更糟糕的是，当大脑长期忽略内耳的讯号，你的前庭系统就会退化得更快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个问题是可以逆转的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透过特定的训练，重新校正这个小小的陀螺仪，让大脑重新学会信任内耳传来的讯号。这就是接下来我要教你的3个动作的核心原理。在我们开始练习之前，有几件非常重要的安全准备工作，我必须先提醒你。第一，请你找一张稳固的椅子坐下来，确保你的双脚可以平稳地踩在地板上，背部挺直，但不要过度用力，让你的脊椎保持自然的曲线。你的臀部要坐在椅子的中后段，这样你的重心才会稳定。如果你的椅子有扶手，那就更好了。万一你在练习过程中感觉不舒服，可以随时扶着椅子休息。第二，我要非常严肃地跟你强调，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。如果你过去曾经有过剧烈的眩晕发作、持续的耳鸣，或者曾经因为头晕而跌倒受伤，那么在开始这些练习之前，请你一定要先去看医生，做完整的检查。因为有些眩晕是由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引起的，比如梅尼尔氏症或者耳石脱落，这些情况需要专业的医疗处理。第三，在练习之前，请你先喝大约200毫升的水。为什么要喝水呢？因为内耳里面充满了淋巴液，如果你的身体缺水，这些液体的浓度就会改变，会让你的前庭系统变得更不稳定。同时，也请不要在空腹的状态下做这些练习，因为低血糖也可能会让你感觉头晕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做几次深呼吸。请你用鼻子慢慢吸气，数4拍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用嘴巴慢慢吐气，数6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这样的呼吸方式可以帮助你稳定血压，让你的身体进入一个放松但专注的状态。好，现在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第一个动作了。现在我要教你的第一个动作叫做坐姿头部重训，也就是视觉对焦练习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，可以重新唤醒你的前庭眼动反射。首先，请你保持刚才的坐姿，背部挺直，双脚踩地，但是要特别注意，你的下巴要稍微往内收一点点，想象有一条线从你的头顶往上拉，让你的颈椎自然拉长。不要耸肩，肩膀放松。接下来，请你伸出你的右手，把大拇指立起来，放在距离你眼睛大约30到40公分的地方，高度大概跟你的眼睛平行。如果你不想用大拇指，也可以拿一张小卡片，上面写一个字或画一个简单的图案，这样也可以。重点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，让你的眼睛盯着看。好，现在请你的眼睛盯着你的大拇指或卡片，然后慢慢的把头往左转，再慢慢的往右转。记住，你的眼睛要一直盯着目标，不要放开，但是你的头要左右转动。
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目标变得有点模糊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变得很模糊，那就表示你转头的速度太快了，请你慢下来。这个动作要持续做30秒，左转右转，左转右转，保持一个稳定的节奏，不要忽快忽慢。做完之后，请你休息10秒钟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2次。休息完之后，我们要做同样的动作，但是方向改成上下，一样盯着你的大拇指或卡片，然后慢慢的把头往上抬，再慢慢的往下低，上下上下，同样做30秒。为什么这个动作有效呢？因为当你的头转动，但眼睛必须盯着一个固定的目标时，你就是在强迫你的前庭系统和眼球肌肉重新合作。这就像是在唤醒一个沉睡已久的反射动作，让你的大脑重新记起，哦，原来我的内耳和眼睛是可以这样配合的。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，清晰度永远比速度重要。如果你发现目标变模糊了，那就是你做太快了，请放慢速度。做完这个练习之后，请你喝2到3口水，然后轻轻地转动一下肩膀和脖子，让肌肉放松。这是唤醒你内耳陀罗仪的第一步，非常关键。做完坐姿练习之后，如果你感觉还不错，没有任何不舒服，那么我们可以进入第2个动作，站姿稳定训练。这个动作会比第1个动作稍微难一点，因为你需要在站立的状态下保持平衡。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再次提醒你，安全第一，请你站在厨房的流理台旁边，或者是一张稳固的椅子旁边，让你可以随时扶着，不要站在空旷的地方做这个练习，因为万一你突然感觉不稳，你需要有东西可以支撑。好，现在请你站直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膝盖微微放松，不要锁死。你的重心要平均分配在2只脚上，不要偏向某一边。然后，请你再次伸出你的右手大拇指，或者拿着刚才那张卡片，放在距离眼睛大约30公分的地方。接下来，请你的眼睛盯着大拇指，然后慢慢的把头往左转，再慢慢的往右转。这个动作跟刚才坐着做的时候很像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。当你站着做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要保持完全不动，只有头在转，不要让你的肩膀、胸部或者腰部跟着转，只有脖子在动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当你站立的时候，你的前庭系统不只要处理头部的转动讯号，还要同时处理来自腿部肌肉和脚底的平衡讯号。这就像是在训练你的大脑同时处理多个平衡来源，让你的整个平衡系统变得更协调。同样的，这个动作也是做30秒。如果你在过程中觉得目标变模糊了，那就是你的动作太快了，请慢下来。做完左右转动之后，休息10秒钟，然后改成上下转动头部，一样做30秒。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不自觉的让整个身体跟着转。所以你可以请家人帮你看一下，或者站在镜子前面做，确保你的肩膀和胸部是固定的。做完这个练习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脖子有一点紧，这是正常的。请你轻轻地左右转动脖子，做一点伸展。同时，我要提醒你一个饮食上的小细节。在你训练前庭系统的这段期间，请尽量避免吃太咸的食物，因为过多的钠会影响你内耳淋巴液的压力，让你的训练效果打折扣。现在我要教你第3个动作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会把前面2个动作整合起来，加入行走的元素，让你的前庭系统学会在真实的日常活动中保持稳定。在教你这个动作之前，我想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姓陈，今年62岁，住在台中。陈阿姨来找我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都不敢去菜市场了。”我问她为什么，
他说每次走在菜市场里，看到两旁摊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、水果，他的头就会开始晕。尤其是当他想要看清楚某个摊位的价格牌时，只要稍微转一下头，整个世界就会晃一下。他甚至有一次差一点跌倒。我帮陈阿姨做了完整的检查，发现她的内耳结构酶有问题。问题就出在她的前庭眼动反射已经退化到几乎不工作了。于是我教了她这第3个动作，并且叮咛她每天在家练习。3个星期之后，陈阿姨回诊，她笑着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现在又可以去逛菜市场了，而且我还可以一边走一边看价钱，完全不会晕了。”好，现在让我告诉你陈阿姨每天在做的这个动作。首先，请你找一面墙，在墙上贴一张纸，或者找一个固定的目标，高度大概跟你的眼睛平行，然后站在距离墙壁大约1公尺的地方。接下来，请你双脚并拢站好，眼睛盯着墙上的目标，然后开始原地踏步，就像是在走路一样，但是你的位置不移动。当你在原地踏步的时候，同时慢慢的把头往左转，再往右转。记住，你的眼睛要一直盯着墙上的目标，不能放开。这个动作听起来简单，但是它同时在训练3件事情：你的视觉系统要保持对焦，你的前庭系统要处理头部转动的讯号，你的本体感觉系统要控制双腿的踏步节奏。这就像是让你的大脑同时做3件事情，强迫3个系统重新学会合作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很难同时做这3件事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可以先慢慢来，踏步的幅度小一点，头转动的角度也小一点。等你慢慢习惯之后，再逐渐增加难度。这个动作同样是做30秒，然后休息。如果你觉得还可以，可以再做一次。陈阿姨就是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做2次这个动作，持续3个星期，她就找回了她的稳定感。做完这个练习之后，我建议你可以吃一点含镁的食物，比如南瓜子、糙米或者豆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镁对于神经传导和肌肉放松都非常重要，可以帮助你的前庭系统更快地恢复功能。在教完这3个动作之后，我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，所以让我来回答几个最常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医师，如果我在练习的过程中感觉头晕，我应该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马上停下来，请你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做几次深呼吸，等到头晕的感觉完全消失之后，你再继续练习，但是要把动作的幅度缩小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原本头转动的角度是45度，那就改成30度。记住，训练前庭系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要勉强自己。第二个问题，医师，我怎么知道我的动作速度是不是太快了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，判断的标准很简单。如果你在转头的时候，眼前的画面变得模糊了，那就是太快了。你的目标应该是，即使在转头的过程中，你看到的目标依然是清晰的。一开始可能会很难做到，但是随着练习，你会越来越进步。第3个问题，医师，我每天要练习多久？这3个动作都要做吗？我的建议是每天分成早上和晚上2个时段，每个时段做1轮完整的3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只需要30秒，加上休息时间，1轮大概5分钟，所以1天总共花10分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真的很忙，至少也要做第1个和第2个动作，因为这2个动作是基础。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不要期待1-2天就看到效果。前庭系统的恢复需要时间，通常要持续练习2到3个星期，你才会开始感觉到明显的改善。所以请你要有耐心，慢慢来，稳扎稳打，持续练习，这样才会有进步。好，今天的3个动作我已经完整的教给你了。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，
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善你的头晕问题，如果你真的想要重新找回那种稳定的感觉，那么请你现在就在下方留言，去打上4个字陀罗仪重置。这不只是一个留言，这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承诺，承诺你会开始认真执行这3个动作，承诺你会把你的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上。同时，我也要拜托你，如果你身边有家人或朋友也有头晕的困扰，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，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头晕是可以透过训练来改善的，他们可能正在默默忍受，甚至因为害怕跌倒而不敢出门。你的一个分享可能就可以帮助他们找回平衡，找回自信。最后，我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的内容。下一集我们要来谈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，你每天穿的鞋子，你知道吗？有些看起来很舒服、很好穿的鞋子，其实正在悄悄地破坏你的平衡感，让你变得越来越不稳。我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鞋子该避免，以及什么样的鞋子才是真正对你的平衡有帮助的。感谢你今天花时间听我讲完这些内容。记住，稳定不是一种天赋，而是一种可以训练出来的能力。只要你愿意每天花5分钟练习，你就可以重新找回那种脚踏实地、稳稳当当的感觉。我们下次见，祝你平安健康。